位好朋友，大家好，今日好么呢？我是各位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好闹的事情。因为上礼拜我同朋友出去外吃饭啊，同桌的时间都问佢讲，我能去哪里吃啦？佢都同我讲，哦，我能来去不下吃饭。我都问讲，哇，你要如下暗夜还会当最后过去吃饭哦？我能唔係出來買東西嘅哈？結果佢都講，唔係，我能去吃一間我都屋下嘅餐廳。哇，我都想講。那一間餐廳按等一下，叫個名嘅按到屋下喏。哦，故說啊，今日特別邀請到一間餐廳，屋下飯面洋行嘅創辦人也係頭家娘之一，來同大家好好來分享紹介一下一間餐廳按等一下嘅名嘅地位，佢有乜嘅特別嘅料理，也係講有特別嘅故事呢。今日來分享我哋頭家娘莊淑珍。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崇智行人，我叫淑珍。我目前呢喺屏東市開一間餐廳，我叫屋下飯面洋行。哇，非常淑珍哦！哦，看到你帶來咁多好食嘅料理，還唔先聽到人嘅故事，我都先妒忌嘅呢。感謝你嘅喜歡。係啊，淑珍啊，先問一下吼，喺問嘅人哋地位有特別嘅料理之前啊，先問一下講，你哋名嘅呀，怎麼會按到屋下按等一下呢？我係上拜同我朋友在講話嘅時間，真是以為講吼，叫佢過去屋下食飯點哦。因為平常節氣嘅時間，我哋大部分攏喺屋下食飯，同妹妹呢兩個人都過後做料理，因為阿爸阿媽嘛。唔多關係去那邊食飯，所以叫嚟我哋都關係喺屋下自家做，屬於我哋自家屋下嘅料理。如果同妹妹兩個人共下去研究，他今日喺做飯食飯嘅時間呢，一種嘅氛圍呢，我哋非常嘅喜歡。咁啊講嗰種他今日親情，開始慢慢就有安尼理念講，兩個人喺香港，我哋來開一個餐廳，分享俾大家咁樣講。來我餐廳食飯呢，不止講好食東西，一種嘅氛圍呢，嘛本人咁樣講輕鬆快，食起來個幸福，所以呢都想講對屋下為出發點，用一個客話嘅一個屋下家裡，國語是家裡的意思，來翻譯成這個屋下這個名稱，來為這個經營的理念。所以屋下是這麼產生的。係啊，我係都聽到有個名嘅，請等一下。嗰度都好，你名嘅有看到屋下飯面洋行嘛？飯面，我想講，唔係寫唔錯詩嘅，點冇？因為販賣的販，唔係吃飯的飯。那個時候對，就是有一點故意的啦，就是希望本人咁樣用冇共用嘅屍體嚟注意人哋一個餐廳嘅事。係啊，真正有用心嘅，按有個名嘅不單槍吼，係真溫暖，還有真等一下，真神奇嘅意思。啊，唔過我頭都談淑珍安尼分享講，人自家同妹妹共下來創業，開一間餐廳嘛吼，且本身自家有一個興趣，嗰種人唔係好料理嘅可能相關嘅可能嘛。冇，本身我以前做餐廳之前，我是喺一個揚州廠做會計，妹妹本身係美容師。不過以前是喺做餐店嘅嚟做過，有做過做餐店嘅經驗，係咩？有一些安尼經驗，人這個嘅聽講，我來創業嘅時節啦，因為係興趣嘛，這個想講，人這個會喺屋下做啦，有一個興趣，我來創業，唔係講屋下爸爸媽媽佢哋談到唔能夠創業，佢哋有冇個想法嘛？爸爸媽媽是。原則上面係算支持啦，對我哋生意呢，爸爸媽媽對我哋教育生意呢，都係一直蠻贊同我們有一個自己的理想，尤其是姐妹有一個共同的理念，所以呢，伊嘛係贊同嘅，嗰種談到人哋創業時，佢都沒有像說一般的人哋爸爸媽媽講，你能做到好好用辦去做一個無共用、完全無共用嘅事業安尼。意思要幫我哋講，先想好來，有乜個目標。你的規劃攏有好的嘛？就是前置作業之前，他還是有一些小叮嚀。你做一個創業的時間啦，有做一個料理，有幫爸爸媽媽給你先試看下先。我哋試菜嘅時間，睇試菜嘅時間就向爸爸媽媽來試看下先。頭話是先煮一個鍋燒麵，阿姨呢是都感覺還唔會差。個後面就親戚朋友來食，就屋下嘅家族也都親戚朋友他跟人來食。嗰種名咧，大家都有認證過，可以有，然後可以推出來。馬喺關鍵嘅嚟，新本嘅嚟演練共用，係這個作業流程，就
他们点餐就跟一般正常营业是这样子。系啊，不过吼，米咧创业真是都无简单啊，不管係做料理啦，也係其他的部分。不过最自家所啲料理的部分啊，又有嘅准批前置作业嘛，真是又要卖出去的时间以后，又有前场啦，同人家互动嘅部分，先针对个后场做料理好，因为你能这个磨药嘅经验嘛，你能要做药嘅料理，光凭自己的兴趣这个兴趣来讲，应该含拉白，你能这个又有做乜嘅准批，也係講去考乜嘅證照啦，還學習乜嘅嘛。是先前的時間，我哋有去請教過一個師傅，係俾我哋一個概念，有啲基本過後呢，我哋再加姊妹兩個人嘅一個思想呢，再過落去改良嘅。你哋這個本身就係喺同妹妹兩啥嚟做其實其他師傅佢哋喺同做一個顧問啊，出一些意見，同人交流指導。就是我哋有乜嘅想去。就是有那個想法的時間，當然會請教先進，講幫我哋一個指導。有一個目標過後呢，我哋就有一個基礎，就再過來講我哋的想法，再來做出無共樣的料理。係啊，不過說真，你這個本身係從事行業嘛，應該對從事一片算貴數㗎。咁啊，佢當時一點係冇限制講，我哋睇到家附近嘅從事如何？好像想到就啲屏東市一片嘞。而家我想講屏東市嘅發展嘅人口過多，加上我哋唔靠離屏東市唔係親近，所以喺屏東市開發，不但可以幫屏東市嘅人口，第一個我哋有一間店嘅一個口味。我哋從事嘅原來是也圈圈嘅，就是兩片都可以兼顧得到。也唔錯啦，喺從事，因為我自己也喺度從事嗰邊，我想講，從事到屏東市其實也冇貴人是10分多鐘，20分鐘都到嘅嘛。差唔多10分鐘，以我哋嘅向來屏東嘅話，差唔多10分鐘就到。冇意見咧。不過你哋睇創業嘅時間啦，除了這個學業的料理啦，都研發的過程，還有其他你哋自己有讀到講最困難的部分冇？像你哋應該喺前面咧好嘅指點啊，可能會請貴教，你哋會請貴教。我哋前是還好啦。多請一間店嘅時間，可以嘅時間有希望一個一個中介嘛，跟中介在租的嘛，然後覺得這一間不錯，然後就開始去洽談。那有時候人生就是很機緣巧合，有拄好拄到一個屋主，目前我哋一間嘅屋主係我哋從事的人，在那個交談過程當中，他們也蠻支持我們創業，所以聽到我哋喺行業，阿姨嘛個贊同我哋創業，所以嘛對我哋嚟講個順勢，就是簽約啦，一個物嘅方面啊，都算，他個人都個親切個順勢。你喺同妹妹共下台創業嘛？你能用啥喺創業嘅理念啊？也喺講喺創業嘅過程之中，你能用啥意見會有冇相同嘅事情？大部分是唔會啦，有些小細節上會討論，那會做一個溝通，覺得這樣可以的話，我們就會互相尊重，一般都是互相尊重。因為同熟人家咧講話嘅時候都感覺講，咧親溫柔嘅阿姐，應該嚟講用啥唔可以講討論到嘲諷嚟，因為有嘅朋友啦，今日喺創業嘅時候都講，同朋友創業最強嘅都係講意見冇相同嘅事情，同路卡嘅人共同嚟創業嘅時候都好麻煩嘅，因為喺路卡嘅人。我吵人咩？唔吵人咩？吵嘅估計又要看到繼續見面，同一個屋檐下生活安尼啦。冇想應該冇有嘅問題啦。不會啦，就姊妹嘅感情歸好啦。歸感同嘅是妹妹對我有歸敬重，就是多以我的意見比較多，但有時候我也會尊重妹妹的意思。所以在溝通方面，我們都會互相去尊重，會達到一個相同的理念。覺得說有時間我哋會去評估講，妹妹提出的一個方式唔會差，我哋都會針對這個下去研究，這樣。你能用啥個性可能冇嘛相同？喺工作上，你能運用把你分配你的工作？工作目前一道主要嘅料理攏妹妹喺做嘅，妹妹負責廚房，我主要是負責外場接待銀行，接待銀行，個一個點餐，
宣传。嗰种个性来讲，妹妹可能个内向，伊是你系讲外向一点点的，嗰种都混安尼。嘛唔会咧，俺妹妹嘛归发盘嘞，也是很活泼。我们都是很放得开的人，对。只是说分配上，就是当初他就是有说他想要做料理这样子。对。哇，感受得出来佢个热情。等一下呢，都继续来好好了解下佢个热情在料理地方有冇个特别的地方咯。系啊，哇，观众朋友，原来按等你下个名嘅木下方面用个名嘅系按你来嘅哟，有落下自家人家嘅亲情，按有个名嘅，真是怪特别呢。唔好其他料理又还有那条特别的内容呢？等一下休息一下，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哇，前面认识了个按等一下个木下翻面用吼，今日的料理有冇个提升呢？继续来请教淑珍咯。淑珍，今日同我哋分享一下吧，今日你带来的料理，首先会同大家说个哪样？一个最头前的一个炸鸡呢，是俺的木卡的招牌炸鸡。一个炸鸡哦，一个是屏东的在地食材，是我们屏东万金畜牧场养出来的鸡，所以它是温体鸡。嗰时候是俺哋万金这片的个鸡，俺哋就散蛋糕的嘛。有产销履历的。哇，安特别的，不过一个其他有个加个粉嘛，包果粉下去炸。俺哋的粉底部有冇个特别的加？俺哋都有中筋面粉加面包粉的比例，这个也是试了很多次。那油温啊跟油炸的时间，我们也是调了很多次。因为有时候它是手工切的鸡肉，它不会有太细开。唔过太开的时间呢，如果就我加一些时间，过细开呢，可能时间上呢如果减少，也跟肉丝烘了呢会冇嘛好食，会按呢柴柴的，口感就会有差。系啊，应该吼太细细应该会先要粉一下吼，当下一炸嘛。那最强咧讲，都太开的炸，攞杯烧嘅地杯还冇熟，最强咯。最强安尼，所以一个时间安尼有睇调整。唔过说人啊，看到人有个炸鸡底杯有配料，有个tomato 啦，还有令果啦，还有柠檬会去做调味的那个嘛。不过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蛋糕，一个粉粉的，系乜嘅东西？一个系咱哋传统的洛神花蜜饯，一个创意呢，系来自妹妹上岛的。伊讲一个洛神花呢，伊食神呢，除了好看呢，炸给是呢可以解腻。吃完油腻腻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配一点酸酸甜甜的东西，还有古早味。真是，因为有一个佢可以转换人的口腔底部的味道啦，唔会讲今时一个炸的东西很快就腻了，哇，真是鬼有创意呢啊！还有呢，还有一个是新马椰香热沙炸鸡饭，这个是我们的创意料理。中间一个嘛吼，中间一个，伊顺后一片呢是热沙酱。热沙酱我们在一般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热沙的汤头，很少人拿来做成酱。然后去淋炸鸡跟饭吃。那这个是也有一点咖喱的概念。我们吃咖喱饭也会这样嘛，但是我们是把这个做成热沙酱。所以它里面有浓浓的椰奶香味。那就是创意料理，就是它是结合道地的南洋口味跟台湾的在地食材，就是鸡肉，然后再搭配养生的姜黄饭。所以在这一道料理里面，在我们餐厅里面是非常的舒服的。都有好上嘅青菜丝一套一个饭。应该小朋友也够高级的，因为那种拉沙俺吃过的，可能都会比较辣一点点，南洋风味的可能会有辣辣的。不过真是有的比例调得好，给加个椰奶的部分啊，加个多一些，就会变成小朋友比较喜欢吃。有个奶香味，又唔会太辣还看到底部那个姜黄饭蛋糕。加迄饭条咩？错，也是结合比较传统的东西。我发现到就是饭条配那个热沙酱伊个口感唔会差，就香香安尼嗰时候看到有加个饭条，讲到讲迄咩小一个配菜想到冇乜个配菜，哪里的饭条加？有点结合传统跟现代这样。搭配这样子吃。就想到饭条香香的面丝加上那个拉沙，应该唔会差哦。还有咧，还有咧就是俺们木卡的一个创意料理，它的名字叫
乌卡打抛肉饭。打抛肉，恐龙啊，也迄算泰式料理的一部分嘛。但是我们有经过改良，经过改良，从那个泰式的料理呢来结合俺的汉人的元素，用一个俺的汉人传统的那个梅干菜。在里面，然后就是结合一个不一样的，穿搭不一样的口味出来这样。竟然讲咸菜都梅干菜在地杯哦。对。难怪我都想讲金面金宽，那有改良看不出来啊，给打包肉用也给食神啊。它有一些比较深色的那个东西就是梅干菜。对。这么给时间会想到会加俺的客家个咸菜进去啊。有一点想呈现俺的汉人的那个。味道，因为俺们本身係漢人嘛，做一些感覺本人感覺係漢人的口味的東西，再個結合入嘅我家的東西，釋放來口味。哇，應該釋放來有無窮嘅味道，有個鹹菜鮮香鹹香嘅米絲嘅地位。對，是唔乜鬼重啦，因為講啊講梅干菜米絲吼，同那個打拋米絲給完全蓋過了，所以它的比例還是有一定的量。對。應該算得出來說，它不是主要的味道，其實有點點綴的味道。對，它是有點點綴，點綴的口感這樣。也有一種轉化給個口腔味道的感覺。還有咧，應該係鍋燒吧，空空的清香哦。對，這個鍋燒就是你看到我們鍋燒的瓷器，就是我們烏卡的特色。一般睇那邊是鍋燒，應該鍋燒看到一種嘅陶鍋。那個時候同妹妹兩人從那邊時嘅，就有一些想要顛覆我們以往對鍋燒的傳統，所以找的瓷器就會屬於比較不一樣的瓷器，所以就是運用這種陶鍋來呈現我們鍋燒的模樣。那這一道是馬六甲椰香辣沙爹鍋燒，這一道也是南洋料理，那它的湯頭也是在我們店裡面是人氣一級棒的。嗰種基本你帶過來一條料理，應該都係你哋店方最受歡迎嘅熱門料理咯，嚇。伊曾經有一個姊妹來買過一擺，是當然的一個湯頭，清好食清餓咯，又幫伊嘅媽媽，同伊嘅媽媽嘅到媽媽教室一個運動的，就一票來吃，說到底有這麼誇張嗎？他女兒連續吃了1個禮拜。哇，連續睡也給睡了1禮拜哦。對，但是他有時候是用，因為我們有配合那個外送平台嘛，他有時候是從外送平台點，叫媽媽來取餐的。也嘛係然後講幫人哋談人哋啷啲嘅。哇！有感覺講，人哋料理本人認同，即幹嘛個感同。這是算鐵粉中的鐵粉，連續睡1禮拜，哇，真是猛簡單。以後上個嘛個好翕相，以就看到人就覺得好像。美美的，你會想去翕相嘅。按你發，說真，基本你帶來嘅啦，吼，同人分享嘅都係以人哋講嘅南洋口味嘅為主嘅料理。係唔係人這個本身都怪好是一個南洋嘅料理，嗰種人做出來主要嘅南洋料理為主。本身還是蠻有啦，因為更加係多年嘅沙飛，所以更加人對食不管。板字腔講究啊，還要有變化，嘛本人感覺講我唔是出國，我嘛可以食到我家的料理，又有一種嗰種嘅感覺。除了一個南洋嘅料理之外，人店方還有某個特別的料理嗎？南洋嘅特別的還有一個奶香白醬鍋燒。奶香白醬鍋燒，它的原因是從意大利白醬。意大利白醬的湯頭，就是那個醬來發揚成就是奶香白醬的湯頭，所以是有一點意大利麵的感覺，意大利麵湯頭的感，意大利麵拌醬的感覺，這樣。對，以前可能是在意大利的白醬，結果能做成鍋燒的這種湯頭。鍋底，把它研發成鍋底這樣子。對，這一道也是蠻特殊。它的味道是蠻濃郁的。應該是講來去香港人的牛奶鍋供用，安尼清香嘛。對。哇，安尼其實人的鍋燒，談講來在冬天的時節，更加一個時節是頭，哇，嘟好呢，涼的時節就是哇，真溫暖。安尼嘛有研發成拌麵，白醬拌麵，這個也是蠻特殊的，在我們烏卡的料理特色裡面。因為拌麵它比較不好呈現，所以今天就沒有帶過來。嗰時候有糖誒，也有棗誒嗰種。有乾拌麵，乾拌麵也有熱沙的，也有奶香白醬的，和壽喜燒的3種。如果到種選擇，如果可能，基本你想要什麼嘅，你自己都可以選這個好嘅咯。
不过说真，根本你除了带来料理啊，我还看到有个迄凉的嘛饮料，系咪？嘿，也个嘿，果汁，好，这个是水果茶，在我们店里叫梦幻果样。嘿，那这些果汁都是我们自己特调的，在店里面现点现做的，嘿，所以今天带来呈现啊，也是在我们店里面买黑桂粉养的水果之一，啊，也个黑翠玉凝香，它就是柠檬加上蜂蜜加上绿茶，那柠檬是用俺的平农菜地的柠檬，容易做的，嘿，所以这个比例都是我们特调的，啊，因为也是店里的人气商品之一，所以给你带来同大家分享。哇，嗰种人咧唔单将迄料理哦，连人咧凉的饮料啊，也都系俺哋屏东菜地的农产品哦。嘿，好。俺这个去请的嘛，去请同嘅小农啦，屏东菜地的农民合作。炊飯，炊飯係有熟食的炊飯啊，古天團啊，像一個洋蔥嘛，係用俺哋屏東恆春菜地的一個食材來做的。尽可能都是用我们自己屏东在地的食材。嗰时候讲好了，唔单将可以支持俺哋屏东菜地的农民，也系讲减少碳足迹、反驳一个议题呢，也有接触到呢。啊呢，除了个凉的，啊，看到旁顺还有咧细罐的，嗰系嘛个东西啊？酱料，係也拜俺哋做乌卡周年庆的活动之一的，特别去找瓶子。然后设计我们乌卡的 logo， 贴上去，是要搭配我们乌卡招牌炸鸡的酱料，其中也最旁边一个黄色的，意式塔塔酱，那中间一个呢，日式和风酱，最顺和一片的呢，日式油醋酱，这3种酱料都是我们自己调制的，那就是可以方便顾客，他可以搭配他喜好的味道，然后3折1，我们这个只送不卖。就是连瓶子都送你，都送。如果你去你个吃饭，如果送只要点到俺的招牌炸鸡，我就送酱给你。你家己咧酱酱放给的。对啊，让你选择3种你喜欢的口味，选择其中1种。对。不过说真啊，对于个塔塔酱，佢有兴趣，佢系唔能用乜嘅来做啊？伊也个系用黄芥末，还一些沙拉，一些特制的。独门秘籍下去调制的商业机密都是对，因为这个比较少见，塔塔酱对，但是它沾炸那个什么沾薯条沾什么都很好吃。你看你这个好煎嘛嘅吼，这个来煎都可以。你记迄保存，叫迄不用冰箱嘛，也系按你保存如何？不用冰箱，你全部因为迄个这个蔬果，其实其最好的方式也系叫同佢适下去落度都错嘅。嘿。你有个种啊，你这个花一多的时间去研究啊？伊个时间分分好长的哦，像一个意式的一个油醋酱，它这个比例就是在吃的时候，它有点酸酸的，它里面有橄榄油嘛，你橄榄油的比例跟里面蒜头的比例，和醋的比例，这个在口味上在。调整上还是有花一些时间。哇，你我每吃到吼，怎样做有个酱，怎样做到后背后看到有个酱，你自己会讲啊？也是唔会啦，会硬皮啊，因为不适合吃不适合吃东西弄这个是讲，你咪讲，一个东西是放来可以，咱有去做，本身也关这个都无法度过。你无法度去。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可以教书，这样可以推出本人哈嘛。因为同妹妹对食系个要求的人，她本身就是很挑剔，对食材就是比较挑剔。对。哇，观众朋友，你看，小姐按照好食的料理，还没从高本去用，想要马上来吃呢。不过唔怕，等一下哦。按照料理底背还有今年自家的坚持同特别的故事，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哇，除了有好食的料理，调到睇小姐的时间，看到一个东西，真好奇，怎么个今年店门会有一个，从一个新店里下个背带，是不是？
你这么个，你卖料理还会卖一个文创品哦。哦，一个本是搭配俺们木卡周年庆的活动，就是希望说送本他干的一个纪念的东西，所以喺背带上呢，俺们特别设计一个木嘅形的，代表木卡，也是木卡一个名的，本希望是俺们料理的消费者呢，可以带回去做一个纪念。这是正品。多好买你的那饮料凉的，还可以用一个背带器带顿的好。嘿，错。哇，请等一下个，一个设计係你自家設計的哦。一個係咪係俺自家設計的，係俺出的。嘿，因為當時創辦一個木卡時間呢，一啲後生嘅呢不容易嚟同俺天數相關嘅用物嘅東西，同佢冇共用嘅，係俺自家想法嘅東西，睇木卡嘅一個傳承地位。嘿，所以一個係後生嘅創意。嗰種人咧，料理嘅團隊地位，人工作人員地位，除了同妹妹之外，還有真嘅天數3個人共下。嘿，啊，平常工人嗰當然嘅時間。妹妹妹嘛，我嚟天數，料理我嚟天數。嗰種人店方算係家族企業呢？家族團隊。家族團隊，團隊。盧卡一年都喺天數都錯啊。開一個店嘅本木卡，你有一個向心力，大家就是有一種這樣團結，有一個核心存在，這樣子。都好同人哋名嘅親適合呢，木卡，木卡一年共下來工作，共下來打拼，安尼有個。周年慶能夠用心的，周年慶還親手看到講那還有送物嘅，所以人自家想到來送一條東西。就送一個可以代表我哋木卡嘅代表性嘅東西，市面上看唔到嘅，就是有我哋嘅木卡一條logo 啦，紀念嘅東西。雖然講係細細嘅東西，不過看得出來，人自家嘅用心，因為真是 Nobel 看唔到，也沒有一個可以取代啦。如果一擺結束之後都限定版的哦，像一個世界上有，係咪呢？哇！嘛係限量嘅，有一個數量的。不過啊，我朋友講哦，人除了料理好食之外啊，人店方佈置很親切片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人店方有冇嘅佈置冇？我哋店方嘅佈置有嘅係我哋自家嘅想法，有嘅係一啲好批嘅出嘅想法，做一個結合的。木卡有一個特殊嘅東西，就是風車，幸福風車。風車。係風車，一個風車係彩色嘅，會觸電的，4種冇共用嘅色的。一般我哋看到嘅風車是Nobel都有看到，工業的啦，遊覽天氣啦，都有一個風車一個線的。一般係我同風車對我我木卡嘅傳統地位，就佈置成類似有一點像景觀餐廳。那為什麼會有風車這個概念？是因為我跟妹妹都認為風車是代表一種幸福感。它除了可以轉動之外，也可以轉動，好像就是無形中的力量，就是轉動一種幸福，然後把好的轉進來，把不好的轉出去。所以希望大家來用餐，在烏卡用餐都能夠有一種幸福感，能夠一個互動的意思。你一個風車，讓你競爭，可以帶來幸福，帶走唔好嘅東西，係你自家嘅想法嘛？係。你唔係去看到出去旅行，看到嘅荷蘭嘅人風車，本唔係啲想法啊呢？因為我本身看到風車，都感覺講靜靜嘅鬧鬧，有一種幸福嘅感覺。鬼用心，鬼溫暖嘅，難怪我嘅朋友都講，唔能去吃飯嘅時間啦，唔單止可以食東西。而家最流行嘅後生人又可以去啲打卡，嗰時候其實拿千多嘅相片本來講講，然後後生人啊，都要食飯嘅都在打卡，同個風車共下來翕相。安尼嗰種人自家有想過，迄年店方嘅人客啊，喺後生人嗰度也係講有其他年紀嘅顧客。以比例來講是後生嘅會居多，但是嘛有嗰度中年。同嗰嚴重嘅狀態來，一個攏係幾家人嚟食飯咧，幾家人嚟算5-6個人啊，聊年嘅時間啦，兩個人一齊嚟食飯咧，嘛係有。嗰種平時人有公休嘅日期嗎？大部分拜一。拜一嘛，就拜六禮拜做生意，做喺度禮拜一可以休息一下。大部分都係講人家咧，你係是當主有做安補頭嘛？係當主同安補。
几好呢。不过你这个开店都更加人除了看到有不同年龄层的客群之外，你有同年下有个印象过层的年下，除了头都嘅讲嘅连续是1礼拜嘅年下之外，有其他个本印象过层的年下冇？有啊，有记个啊，像下班时间，一个人第一摆就是是1礼拜、2摆、3摆，一路关系，俺们都第差不多一个时间，伊下班了就会来食。伊当店俺们呢，有卡打跑咯。炸鸡饭，食啦到后尾伊就50點，伊就入來講窮樣安尼就第20萬個。看到佢有個面有啲，有個蛋糕都下頓嚟叫20萬個。伊要同人哋講窮樣，就等於講伊50點傳，伊都同人哋講窮樣嘅安尼，安尼就去店安尼。就是熟客啦，熟客啦。有個帶生意嚟來，伊來關係，俺下擺冇喊，伊嘛會主動同人打招呼講 ，Hello， 我又來了。那種感覺你就會真的覺得說，是家人的互動一樣。俺的糖豆就親歡喜，我感覺講，本人他有一種親切感，小孩子來也不會覺得很陌生，還是怕生這樣子。那跟我們的理念就有一點蠻契合的，所以我們一般跟客人的互動，除了送餐之外，有一些也是會稍微去聊天，讓他們覺得說熟悉烏卡。嗰種人咧店係開到更加悄悄的人下都同人熟悉嘅時候，悄悄的變做可以互動到像路卡嘅人共樣，看到會打招呼，氣氛就像同路卡嘅人共樣。新人呢也唔會講，親好呢，有啲新人呢去到店方佢會都講，唔見嘛嘅佢都唔會，就比較不會回答你，有沒有？就很害羞的樣子。人哋唔會呢，好像同人 say hello 吼。係啊，有會韓講啊，下擺下來。佢下擺來。我聽媽媽講啊，下來。可能這個為了點傳嘛，就覺得說，他來這裡好像很熟悉。這樣子。他還會不會自己跟你們點餐說根本要吃嘛給下一次來吃嘛給？是他，因為小孩子的想法還不一定，他就是還不會先表達說下一次要吃什麼。但是他就是會說，他下次還要來。不過按用什麼餐點料理啦，加上按好一個環境，應該嗰度嘅情侶約會應該會選擇在那邊約會吧？很多。青島。應該青島會變成定情之地。雙對來吃的是還蠻多。主持人，你們店的啊，開到更加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嘛？差不多。我做週年慶，所以嗰時候係1年的時間。你們要1年的時間度好啦，又度到一個我們講的武漢肺炎的個疫情啊，一個疫情對你們店方有冇個影響嗎？多少都會有，因為嚴重的時間呢，伊係禁止內用的，所以變成說內用的人客都無法出來吃飯，就靠外帶的。很欣慰的是說，我們還是有累積一些很忠實的客戶，他們都是固定的會來外帶，然後接下來就是外送平台。那後來我們又再推出一個烏卡打拋肉料理包，真空料理包，就是用料理包的方式啊，讓喜歡的顧客呢帶回去呢，可以在家裡自己料理吃。那有的人訂10包、20包、30包這樣子，有時候我們出貨量一次都可以70-80包這樣子。嗰時候因為有個疫情的影響，無法度好去店方內用，你們想講繼續還有個外帶服務嘛，都提供外帶服務。不過呢，還這個想說可以增加一點不一樣，你研發個冷凍調理包，就前面有個打拋肉的調理包，像槍牙也一類嘛。就像鹹鴨嘅其他這些東西其實都可以外帶的。做外帶不困難。因為打拋肉可以做冷凍啦，都解凍這些也比較方便，係咪啊？對，人他反映本人講，還係人冇注意到講，伊買過去除了聽人店方式攪飯式，伊過去還可以攪麵式。他們自己去創意就是買完打拋肉回去，我攪麵式，有個媽媽又發現講，我搶出濕濕啊。一個打拋肉淋下去，是嘛挺好吃的呢。就在店裡吃到不一樣的那個感覺，因為我們店是拌飯嘛，那他們買回去之後，就是他們變成這些比較厲害的媽媽，她會又自己去加什麼東西啊，拌青菜啊，拌麵啊，這樣吃，他們覺得也挺好吃的。哇，你會唔會有一個想法講，收集一下講以下嘅創意料理，同大家講，因為大家的創意，來研發一些某種用的料理啊，那樣。也是會啊，會有一些靈感啊，就會拿來做參考這樣。你有個冷凍按方便，有個冷凍買過去之後可以不用1舊。
俺哋拢建议一张热啦，一张热，如果呛呛不用冷冻，2时间都拿下来解冻，加热，加热就可以直接使用。哦，哎，贵方便呢。按人要个冷冻包，迄人这个去想办法有请人家合作吗？冇，俺哋自家包装，自家去买真空袋，自己包装这样子。哇，安尼贵辛苦呢，因为以前的洋工人还会自家想办法来做木工的偏方。对啊，他把有时嘅人生就会安尼啊，我喺遇到有困难啊，遇到有乜嘅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想办法去面对，我会用去克服目前的困难。本来店的呢，可以继续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就是稳定，再慢慢的持续的去发展。你跟人行讲，无做唔定内容，不过也差唔开始已经可以内容诶，今日我唔会讲，同人讲，请上扬人的料理，自己家终于可以归来吃饭咧。因为像各数嘅人行，因为入来天气发到我同人讲好久不见咧，嗰种感觉唔通到我真感动。就嗰種木卡人鼓嚟講，嗰叫蘑菇嚟，嗰種嘅感覺嘅氣氛，那種互動，對呀，真是可以跪到木下吃飯嘅。對，而天氣發都講，好久不見了嘿。其實除了講唔能自家嘅偏發啦，去應用有個木工嘅環境的因素，自家去想辦法之外，然後後些年啊，對一個料理來講，還會有木工嘅想法嘛，像繼續來研究，客家也係講加上南洋，也係講加上其他嘅方式來創作新嘅料理呢。當然還是會想，因為社會體改變，人嘛要進步，除了吃的東西嘛，同樣慢慢的要有一個停頓時退變化來進步，所以還是還會慢慢的去想，冇同樣嘅東西。本來人行的感覺，我們總是有不同的驚喜，覺得說來這邊吃可以吃到不同的感覺。其實如果嚟講，就人的料理啊，不同的偏法講有新的料理出現，不過米湯冇偏共用好食，最重要講，許多一間店嘅從屋下共用嘅文化，也共用係唔會變嘅，也個真係最重要嘅，怎麼？沒錯，也就係屋下嘅理念。也個就係人最重要嘅理念啦。行業都叫行業屋下共用，哇，幾好呢！哇，觀眾朋友，你看今日你聽嘅數字按精彩嘅分享，哇，係唔係感受到，真是有一件傳統從今日屋下共用，行業都從貴到屋下共用呢。歡迎大家有閒嘅時間啦，我哋共下嚟去屋下吃看下先，係咪同真實屋下共用按溫暖按好食咯？哇，今日你再一次感謝數字，你帶來按精彩按溫暖嘅故事同按好嘅料理哦，多謝。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歡迎大家有閒嘅來屋下食飯，謝謝。